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的，我是吴义勇。我哋今日有请到的一位来宾呢，伊系讨厌哦。虽然伊唔系行业，不过呢，伊用伊讨厌的视角来认识的六龟。啊，先前伊拍的一个短片，叫做《六龟探秘》吼。啊，一个短片呢，还得到的一个日本的国际观光影像节的亚洲金奖，系2024年得奖的哦。故说我哋今日如有请到伊来同我哋大嘴鼓，咩来讲呢？伊认识的六龟，伊系凤梨讨厌，欢迎讨厌。大家好，我是凤梨。其实讨厌亚基讲的蛮标准的这次有特别找一个客家的朋友，然后有请他帮我蕊一次这样。头有讲到讲，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主题是六龟，不过一开始呢，还会先问一下讨厌哈，问一下你个人，就系你是做影像工作诶，不过你读书的时间，读书的时候也是念相关的科系吗？不是我其实算是一路上求学过程中算蛮辗转的，就我一开始大学是念轮机工程，因为我们家庭的背景，亲戚很多都是跑船的人啊。我们妈妈算澎湖那边过来啊，所以我的阿公什么表哥什么姑丈那类的，就是很多都是船员，所以我小时候就有点耳濡目染，觉得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想去跑船，对，然后但就随着心智的成熟，然后就开始觉得好像对理工这部分不是那么的擅长嘛，然后就觉得说想要再去探索其他领域看看，所以那个时候研究所又去念了算产品设计，算工业设计，就那时候想要开发产品，就是画画，觉得那样子很文艺啊怎样，对，然后后来又辗转又对影像有兴趣，然后又就是一路又做到现在。对影像有兴趣，黑马个世界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从我其实很小就就是喜欢拍照，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因为我爸也喜欢，他以前都买底片相机，然后他会拍家人，然后我比较大一点后，我就会想要拿他的相机拍爸爸、拍妈妈、拍弟弟啊，拍身边的人，然后就一直都有这个兴趣，然后那时候高中他也是买了一台小的数位相机给我，那个时候很少人有数位相机，我记得是一台 Canon 金色的，然后好像就只有200万画素，那我就是每天都拿着它拍同学，对，就是蛮喜欢拍人的，那就这个兴趣一直都就是当做自己的一个消遣而已啦，从来没有把它当做工作。那一直到后来去念了设计以后，因为我觉得跟影像比较接近，然后开始在拍一些产品或是拍一些人在介绍的时候，就发现好像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就试着想要做一些影片。对，那个时候我们常做产品，我们有时候会参加一些比赛啊，设计竞赛，那个时候就要试着做一些影片。刚你给立体影像还自己学吗？算自己学，因为现在还蛮多教学的，就是网络上很多资源。一开始也是懵懵懂懂，也是从这样开始，就不知道怎么拍，怎么拍。那因为现在很多的摄影的制作影片的门槛降低嘛，然后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很多用手机啊，用相机拍。那我还记得我有一台相机，但我从来没有按过它的录影。那时候就想说，不然就按看，就从这样开始。然后遇到不会的就上网查，然后是问人，对。但过程还是有跟一些人学啦，就是看身边有在拍影片的人啊前辈，然后就去请教他。没黑啦，人家我好嘛嘅，你要学什么，其实那个管道都很畅通，就会很好，你愿意去学，然后一直去精进自己。刚刚还记得你第一摆接触到客家，第一次拍跟客家相关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好几年前的跟一个客家的乐团，叫做打邦尼，打邦尼乐团，然后跟阿昌哥，对，那时候一起去到马来西亚，他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同行的，还有一位导演，那我们他们是要创作一首歌，那也是在马来西亚去寻找客家的一些算那边的聚落，然后跟当地的互动啊，然后以及去了解
客家文化在马来西亚那边的发展这样，然后把这个过程很像当做一个田野，然后再把它创作成一首歌。那我那个时候就是整个随行记录的一个摄影师，就是算拍摄他们这整个旅程。然后我也是做了一支短的纪录片，然后同行另一位导演，然后他做 MV，这样，然后所以就是又工作不一样，然后但是就是有部分我也要协助他，这样子。那个时候也算是那时候还很菜啊，所以算是也很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经验，对对对。因为你是高雄胎，你在高雄长大，对不对？对。那因为我们在录之前，我有问讨厌以神众的地方，如黑牛大社啊、左营啊，都不是客家庄。所以在这之前，你去到马来西亚之前，跟台湾的台湾客家其实很没有连结，对不对？对，我算是我们小时候，因为小时候就是住高雄有住过几个地方，然后妈妈那边又是算澎湖的移民，然后主要在哈马星那边，哈马星，然后甚至那个妈妈那边的台语也会有个腔调，就是一个澎湖腔。那小时候算是比较少认识客家的，身边比较少。对，那我觉得真的是到蛮大之后，比较多是因为工作关系，然后有机会认识客家。那马来西亚那算第一次，然后后来又认识了邱淑嬋，一个客家歌手邱淑嬋。然后也有幸参与他的一些影像的记录啊，包含 MV 制作啊。那因为邱淑嬋现在算他就是蛮厉害的，他有这几年陆续有得一些奖。那我们那个时候认识他的时候，是他还没这么有名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就有拍他的一些音乐的创作，还有他也是六龟人，他是六龟人，然后回六龟去寻找他家乡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把整个旅程，然后他后来办一场演唱会在高雄，那就是把这整个过程都做了一支算纪录短片。对，那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就是还蛮，对我们来说就是因为认识蛮久，那时候他就素的，那他现在就是一个很亮丽的客家创作歌手，就很替他开心这样。刚刚去到马来西亚，韩国去到六龟，就开始谈那度客家，开始听得到客语啊，接触几多跟客家有关呢，跟客家有关的一些文化啊、生活，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客语对我来说还蛮陌生的，然后我一直觉得说，虽然我们在台湾好像普遍大家就是中文嘛，然后或是台语，我觉得不是，大家主要不是讲台语，但是好像也很多人都听得懂。但我觉得如果讲到客语的时候，如果都没有接触过，我觉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会真的很像外语。我觉得那是第一次客语给我的感觉。对，然后但我后来我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太太，然后她有曾经在香港工作。然后我们有几次就是因为她广东话也讲得很好。然后就是很有趣的是我。因为认识邱淑嬋，然后有时候听客语的时候，我会觉得里面的很多音，跟广东话有一些音好像有一点像。那个是我对就是客语那个时候第一次的感觉了。对，我就觉得也会有点想学，因为它有些音，对，有一些音蛮像的这样。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好像你跟六龟越来越有缘分？那后来有这个机缘去拍《六龟探秘》，是什么样的缘分呢？六龟探秘算是这一次这个算跟着贸管处他们做一个老农溪的淡季行销的一个计划的他们要做一个观光影片。那虽然一开始是先认识了江周航，那他是高雄的一位甜点师，但他做菜也很好吃。那他本身是六龟人，那他对家乡也是。就是很有爱这样，那就这几年认识他时不时就带我去六龟去拜访一些他认识的人啊，或去一些地方，那些地方都是蛮冷门的，一般观光客不会去的。对，那特别是我觉得一开始对六龟的印象是，就是离高雄比较远嘛，虽然不比更远的那马夏或什么，但六龟我觉得一直都给我蛮神秘的感觉。那去了几次后，都会听当地人说，六龟以前是很热闹的。他们在讲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怀念的那种感觉。
他们就会说后来因为88风灾，六龟的人潮就没这么多，对，所以我觉得一直对六龟会有一个对市区长大的会有一个美好的想象。那后来也就慢慢认识说，哦，原来六龟有很多不同的族群。那我记得每次江州行我们开车就一进到六龟的前面的时候，他就跟我介绍这边就是我那边有一间干妈店，有一间杂货店，那个杂货店就是也是一个客家的聚落，就是那一带啊，老板当然也是客家人，对，那个算是我每次进六龟的一个入口，然后我也会常那边停下来跟买个东西啊，然后老板还有做那个他自己炒花生，还很好吃这样，对，就后来就知道六龟有很多的族群，有客家、平埔、闽南跟原住民，平埔原住民就都有这样。哦，如果因为天天的有认识啊，公主红其实是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就是你会拍这个六龟探秘，其实江州行师傅他是一个很重点的人。对。然后六龟探秘里面其实他也算是主角，虽然他完全没有声音出现，可是还等于他带着大家去到亚的地方。对，这样。咁等一下呢，我如果继续来讲，因为嗰是观众朋友还唔前看到，一个样片的方可能也會個好奇吼，一個討厭會帶大家，想會帶大家去到六龜嘅那度地方，啊，那度地方對於來講有特別的意義，我來聊一下個繼續多種來現場。非常多種來歡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訪問嘅係六龜探秘嘅討演馮立，好多討演有講到吼，如係一個得獎嘅短片呢，差唔多3分鐘，差不多3-4分鐘，許多會幾多六龜嘅素材，好多討演有講到這個核心人物哈，公主紅師傅會帶着你們開車一進到六龜，哦，如果有一間超貨店。然後那個是你進到六龜一個很重要的印象，但你要拍這個地方的短片，鐵定要做很多功課哈。你剛剛黑用來做功課，怎麼做功課？就是去踏查，對不對？這個案子算是2024年的暑假左右那個時候拍攝的啦。那當然它的前期就是前置作業就再更早一點，但我覺得這次主要的就是江州行還是幫了非常大的忙。因為它有點像是導遊，導遊向導，然後那我覺得在前面的規劃反而我覺得都蠻順利，因為我們並不是去年才拍攝前才開始做這件事，就是等於這幾年就陸陸續續都是去很多次，那每次去對我來說就是真的我也是一個外地人，然後重新去認識了六龜，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有隨手拍了蠻多的相片啊、影片，那所以就不敢說對六龜有多熟悉，但大概知道說哪邊哪一個景、哪一個公路、哪個轉彎，哦，那邊可能有一個招牌，一個路牌配，它後面剛好就有一個山景，我就大概知道說哪些地方就很漂亮，我就希望如果有影片我就要去那邊取景，所以就有點算是累積了蠻多年，也那個時候也沒有想說有機會可以幫六龜拍一支，所以那個時候。知道要拍的時候還蠻開心的啦，就是雖然不是六龜人，但是覺得也可以幫忙六龜宣傳，我覺得很開心。那後來當然很幸運得獎，就是更加覺得不可思議這樣。對啊，知道，因為那個是日本的一個國際觀光影像節。對。那當然我們通常我去這種國際的比賽，就會感覺係碰碰看運氣，通常可能不會覺得我勢在必得。剛得獎的時間係什麼感受？在一開始決定要做這影片之前，其實就有跟我說，就是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去參加一些獎項。那當然對我來說，我不會覺得，我覺得反正要參加就參加嘛。那反正我們就是把影片做好。那影片做好之後就要參加，然後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參加的時候，就是心態就是覺得反正就是
就是去报名看看，对对，反正就是丢报名的资料，对，然后后来是收到主办单位的那个日本那边得奖的时候，他是先寄了一封信到贸管处那边，那就是说先不公开，那就说恭喜我们有获奖啊，然后他们有在传信给我们看，那个时候我看到信的时候，想说这是不是诈骗？对，因为现在诈骗很多，但仔细看，也没有汇款资讯，什么电话也没有，哦，那可能是真的吧？对，然后就一直等，但是就很可惜没有真的去到日本领奖，然后但是他是以他的线上有转播，他有现场唱名，然后有各个国家的人出席啊，然后他们有几个评审委员，然后就觉得好像还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国际奖项，但是他的作品就受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有什么西班牙的、葡萄牙的，甚至有的国家说我也是第一次才认识到，那就借这个奖办了一个线上的影展，对，就觉得，然后看到影片播出的时候就觉得我觉得很荣幸，对。刚有下供给得奖的原因吗？他们上面有写吗？没有，知道不知道？没有写，但我觉得，当然这都后话，就是有一个报社的记者，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顺利把这个都结案之后，我们在高雄又办了一个算是试映会啊，然后邀的记者朋友还有六龟的乡亲一起来看出席。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记者朋友就跟我说，就是也是恭喜我啊，然后但他也想说就是他也好奇说为什么会得奖，他想说就他的观点，他想说会不会是可能日本他们比较喜欢比较慢的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这支影片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说到底六龟给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想要把这样的感觉传递出去，这样。那给我感觉就是，我觉得六龟它就是相对于市区，它是一个比较慢的地方，然后而且有点纯粹，然后它的六龟的山又不是非常的高，就是如果还不到很里面宝来再到南横上去的话，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缓的坡，所以去六龟不太会有去深山的感觉，可是它的山就在你眼前，而且开六龟的那一条27省道，还有27乙，它就是整个是不会很蜿蜒的，所以你也不太像是在开山路。所以我就是特别享受每次开车去六龟的过程。到现在，即使案子结束了，然后我也很常，有时候就安排去一下六龟，可能就去吃个东西，然后上个厕所，可能就回来了。这样子。六龟本来感觉是个慢的比较缓慢的地方，不过当然俺们拍跟观光有关的样片，如果你要拍得慢，通常会有风险，对不对？好，我会讲说大家会不会觉得太慢了，会无法吸引观众看下去？那你当初怎么去设定说，在这个慢的基调，然后用哪个元素去想观众，去吸引观众？我觉得在这支影片我花了蛮多的心思，当然是影像我们当然就是现场的拍摄跟分镜的规划。那我这支影片花了就是比较用心的在声音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影片能够传达的有限嘛，就不是视觉就是听觉。然后我在规划脚本的时候也特别想把一些触觉或者是嗅觉放进去，但是看的人但是没办法透过荧幕感受。所以我就加了很多可能是风声啊、水的声音，然后一些柴烧里面有一个窑烤面包，有一些柴烧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要把很自然材质的感觉放到这个影片。对，就是试着表现，让你可以感觉到它的一些六龟的元素，自然的感受。我觉得把自然东西放多一点，应该就会比较慢吧。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这样。因为我睇音乐风拖延，嗰種藝流上面，大家其實上嘅 YouTube 都可能到，嘅樣片係公開嘅，大家都可以看。我看呢，嗰種感覺，就是蠻奇妙的。就我感覺對觀眾來講，怎麼樣是成功的行銷影片呢？就是你看了我想要去，你看了想去，就很成功。好，那我從一看呢，構思感覺它是很緩慢的。可是真的也很多地方，
我从来不是去过，我从来没去过，甚至不知道这些地方。哈，可能我不想去，所以对我来说它就很成功。就考试刚过的都桃园表演去的。这些声音其实是很丰富的，虽然它是偏安静的声音啊，还有过多个音乐，我觉得考试黑可能有点复杂的感觉，就是它很慢可是我想看，如果像偷眼头的共都柴烧的那个声音，就很多年前不是有什么挪威在跨年的时候有那个。放一个壁炉，对，只是一个壁炉，一直播放，一直播放。我有看，你有看哦，就是这种疗愈的感觉。的确是有就某一厅一厅这种很五花八门啊，这种五光十色的东西才能够吸引到别人。所以那个时候做这个决定对你不难吗？就是我要一个慢的基调这件事。我觉得贸管处这边还算给我蛮大的弹性，就是除了他们。脚本规划出来的时候，整个的拍摄的地点算是由江州航，就是他的人脉，他就是希望，我们放这些地方好不好？那我由他提出一个概念以后，我们的工作就算是把他的画面给制造出来嘛，然后把它做一个适当的安排。那我自己觉得，我还有一个是我想要那种慢的感觉是。就是因为我也为了做这个，我也看了很多所谓观光影片啊，大家怎么去行销一个地方，国内外都有，然后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光影片当然就是会比较热闹嘛，就是会有甚至有对白啊，有什么，或者甚至再娱乐一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一支影片，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我做影片的习惯有关，我都觉得影片是个。它是个双面刃，它是一个传播工具。那，而且你一放上去，它就是要一直被人家看的。那以我自己来说，我自己会比较喜欢东西少一点或是慢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支影片，它如果要被看很多次，那它不要这么快容易觉得腻。所以我就刻意让它比较再抽象一点点，虽然当中还是。免不了还是要放一些各个地方的介绍啊，的人事物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这样子的方式。刚刚在拍的过程有没有印象够深没？拍摄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你印象深刻的事？印象深刻，我记得是在其中有一场有下大暴雨，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天气不太稳定。对，那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算是什么很大的阻碍了。我觉得我们这次拍摄都蛮顺利的。那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到那个的拍摄比较后期了，我们那时候就有预计要拍尼泊尔合唱团。那尼泊尔合唱团它就是在六龟当地，就是由一个叫陈俊志医师，然后他本身是个牙医师，他也不是六龟人，可是他就是很有心的想要带六龟的小朋友去做合唱的组建合唱团，然后带领他们，然后甚至到国际参加一些合唱的比赛。那时候我们就希望把尼布恩的这个画面跟声音放进来。那陈医师他也很慷慨，他就说我们的音乐你们就是可以都拿去用，就是看你们要怎么用都可以。然后就那个时候在去看他们彩排的时候，他们就是一间很像是才艺教室，其实就像是补习班。然后就看到陈医师他就是带超级多学生，而且学生还有知道今天要排练，有的都已经是高中毕业，还从外县市回来带学弟妹。然后就一起练唱这样子。那我们在现场听他们唱的时候就真的都鸡皮疙瘩。对，而且他们的歌曲也有很多是除了他们有布农族的音乐以外，他们好像也有一些是客家的音乐在里面。没有客家歌的改做合唱版。对。嗰個考試嘅音樂睇地杯，咪係很畫龍點睛嘅。咁等下呢，我如果繼續唱拖延來同人分享，假使以後來推薦睇下許多啲貴料，以後推薦那條地方，等下個都真係現場。
像多种来福起来嘅现场，俺哋今年的里边系枫叶土壤，好多土壤公都有拍嘅一个六龟探秘一个样片吼，让一些六龟人甚至有说拍到了他们没有看过的六龟，是吗？对啊，我就是觉得很多地方我们不一定对自己的出生地方很熟悉，对对对，那特别是六龟可能比较多人口外移这样子，对，那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对自己念大学的地方啊，工作地方很熟悉，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不止六龟啦，我觉得台湾很多个地方都有很多故事，很值得去被大家认识。你也有讲到讲，其实也没黑拍也出样片呢，蛮主要的原因，对不对？就是除了让观光可以被看到以外，也希望真的六龟的在地人也可以加入一个样片，好像有点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这样子。那时候就有点像是从一个外地人，然后因为我自己蛮喜欢，也因为工作关系啦，那个性也是就喜欢到处去玩这样子。那我都会也比较喜欢去没有那么热门的地方。那时候刚认识六龟的时候，就是他对我来说就是很神秘、很陌生。那去到几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也因为他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热门，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观光客没有这么多的那种感觉。对，那他其实我觉得整体的观光可能就是因为88风灾后啊，当然人潮就是减少很多，但是它有很多的点其实都很值得你去，而且也有很多的当地其实都有活动，比方说像18罗汉山，它有一些导览，那个可能一般的游客去他可能不会知道，那我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这支影片跟大家说，其实很多地方你其实都是可以去的，你不一定要跟团，然后它可能没有这么的商业化，没有大排长龙的景点，但是你都可以去，他们都很欢迎你来，这样子。睇下短短呢3分钟、3-4分钟嘅样片，其实也几多地方，其实拍了非常多的地方。然后，假使我们如果你今天你要带我导览，好，因为带我去六龟，你听我带我去哪？你觉得哪个地方，或是哪2-3个地方，你一定会带我去的？好，我觉得我最推荐就是第一个六龟的入口，就像新威苗圃。就是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新威森林公园。我觉得它作为认识六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走在那个桃花心木下面很舒服，又比较凉。然后桃花心木很常会有它的那个种子，它种子那个就是有一片它那个种子，然后你丢上去它会旋转的那种。对，那边我觉得就很适合去。这样。还有吗个地方？你敢不敢一定要去的？然后再继续往前，再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18罗汉山。但因为18罗汉山就是那边特殊的地质的关系嘛。那我想推荐的是18罗汉山那边有当地的导览可以参加，很特别是他会带你走，它旁边会有一个隧道。那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隧道就是六龟他们早期的连外的路，那后来外面的这条路是后来才新建，而且那个隧道有很多个隧道，那个隧道导览的时候，他就会介绍这边的地址，然后带你进隧道，让你看看那个隧道上面，由隧道的墙壁上，你就可以看出18罗汉山这边的那个山里面的那个地质堆积的那个样子，对，然后他会一直带你走，我记得是可能走1-2个隧道这样子，它是一个很完整的生态导览的行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推荐，非常推荐。那拍了这个影片对你自己有什么影响吗？除了得奖以外，我觉得我一直都喜欢旅游这件事情。那我特别我自己我比方说我自己出去玩或去国外，我很不喜欢跟团。对，我会觉得旅游其实就是去其他的国家或其他人生活的地方，然后去过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大家都可以试着这样去做看，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有很多的地方，跟我们的原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然后从中你从中就会去看到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旅游一个很大的魅力。那当然并不是说在自己生活的地方
整天枯燥乏味，其实你也可以用旅人的角度来重新看你这个地方。像我自己就还蛮常，我现在住高雄市区嘛，住前进那一带，那我有时候也会就带着相机在附近走路散步，然后去一些地方，很多人会以为你是观光客，这样我其实蛮喜欢用观光客的这个角度去重新看待自己生活的地方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对，那我觉得六个这次是一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啦，然后当然也受到肯定。对，就有机会我当然也会想要再去认识其他地方，这样子，然后可能用不一样的方式啊，这样子。你这个开工作室差不多7-8年，好，就是你的创业大概是7-8年这样。你自己会挑案子吗？就是有什么我不想拍，然后我特别想拍什么？好，我都会这样跟人家说，就是说，工作室就是我们接触的影像很多元，因为我们是小工作室嘛，所以我们做的案子就是比较杂。但我都跟人家说，就是婚丧喜庆没有做这样子，可是其他可能就有做，但这是开玩笑啦，意思是说，就是我就是工作室做到现在，如果有机会有能力，就会慢慢的去选择一些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案子。那我目前比较多，我自己比较喜欢听人家讲话，就是今天来上节目，就是也很难得是我来讲话。那我平常是常常是在镜头后面去访问别人，就我们很喜欢听一个人的故事。那是后来发现可能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在接触的案子，好像都会比较多跟纪实啊，或是纪录片啊比较相关的，这样子。对。刚刚按你做7-8年下来啊，其实我扫描 Google 你一下吼，然后你之前规创会下一则文章会写到你是自由工作者的一些甘苦谈。有看到那篇文章。对，就会你觉得这7-8年你有什么觉得蛮重大的体会？就是所谓自由工作者。对啊，因为这个词就是现在很深体验，就是自由工作者的不自由嘛。它其实应该说自由是一个理想，那当然你需要付出很大的纪律，你要很严谨，你才能够逼近那个理想。对，我觉得这个是这几年这样做，但我还是很喜欢现在的身份，就是觉得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不论是提案啊，或是认识不同的人。对，可是前提是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因为很多的制度包含作息，然后你什么时候要安排工作时间，什么时候安排休闲时间，那甚至我自己都会觉得，反而是自由工作者，你的付出很大的心力去维持这个自由，那特别是你的工作跟生活，你很常是分不开的。那特别你如果又要让自己进步的话，是没有人会要求你，你要自己要求。所以我自己很深的体认是，我常常会觉得要把练习当工作，而不是把工作当练习，因为会觉得你反而是你没有案子的时候，或是你休闲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你可以去让自己突破的时候。你如果等到一个正式案子来，你才希望由它成长，当然是可以，可是可能会有风险，那你压力可能会很大。那反而是我有时候很享受没什么案子的时候，我就可以做我想要的练习啊，或是一些影像的实验啊，或是写一些影片的脚本啊，这样你就可以就是，而且你不用面对客户，不用面对业主，那时候你就可以大量去尝试一些东西，然后等到尝试一些结果了，到下一次的工作，你就可以把它拿来适当的用看。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这几年就是慢慢的找到这样的方式，但那是一个逼近的理想啊，就是很难，目前都还在这条路，就是辛苦努力着这样子。对。故说要做一个自由接班的工作者，其实心理素质要蛮强的，对不对？因为俺人都会，俺这个没黑嘛，如黑俺人的事业如黑不稳定，就你不知道你下个月会有多少钱，可能会没有。然后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所谓没有？刚刚如会讲，唔怕我不要让自己废在那边，我会去请事情来做，然后你只要找事情来做，它就会变你的养分。你喊你白鹿用来懂，那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吗？
绝对不是。那我记得我在应该说前面讲到求学阶段嘛，那个时候开工作室，然后还有一段时间是我有去上班的，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做影像了，我帮别人的一个品牌的帮他们做影片，那但后来又离职，然后就是再继续做自己的事业，就是我的创业啊，再去求职，就是中间是有重叠的，那就是几年前我全心的投入在自己的业务开发的时候，那时候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案子啊，那也一定会恐慌的，但因为那个时候有评估过，所以是有一笔存款，那时候就有评估过，哦，这笔存款大概可以用多久？好，那因为刚离职嘛，所以就一定是先玩再说。那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你也不能一直只是玩，所以那时候就是强迫自己去刚刚讲的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如果你讲练习，对，去练习，然后去强迫自己去写作，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才发现，哦，原来我可以从写作过程中获得很大的成就感跟喜悦，我觉得不亚于我做影像的时候，对，我发现光透过文字的时候，我就可以让自己很快乐，然后那时候就反而还觉得很开心，就一直写，所以那时候就到处吃喝玩乐，然后身边朋友就说就是说看我离职好像很快乐，可是是没有工作啦，可是也是强迫自己，然后给自己一个事情做，反而是因为这样子的产出开始，就有人会问我说，能不能请你来做什么？因为他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都还蛮鼓励说，如果手上没有急迫工作，那你要先给自己工作，先给自己一个事情去做，但心理素质是真的要很强啊，我觉得这个是各行各业最后相信都是心态决定很多事情。今日有請到馮劉討人分享嘅，對於六季伊對六季嘅認識，韓國伊用嘅普遍咧，韓講到嘅伊做一個自由接班工作者，伊自家嘅 TV， 我相信咧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咪可以學到幾多哦。今日非常感謝討人分享咁多精彩嘅故事，多謝。多謝大家。家鄉親朋友冇轉台哦，接下來聽你先生好好運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